王军正在林芝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时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播出西藏篇，雪域高原向心而行，幸福西藏出力奋发。在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中外嘉宾聚首畅言，共襄盛举。出席环喜论坛的嘉宾受邀参访鲁朗小镇，领略高原美景，触摸民生温度。陈永琪等自治区领导会见出席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代表团。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是2024年7月5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巴宜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工布江达县，王军正深入嘉兴乡巴河镇，实地了解邦杰堂储能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和藏猪养殖科研示范基地建设运营情况。王军正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依托农业农村优质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做好土特产文章，围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品牌化，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巴宜区尼洋河防洪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来到这里，王军正看展板、听汇报，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高水平、高标准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切实发挥水利工程在扩大有效投资、防御水旱灾害、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调研中，王军正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农业农村部门，要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3个赋予1个有利于总要求，统筹推进以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为重点的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底线思维，落实监测帮扶责任，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着力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拓宽共同富裕路径，落实好惠农政策，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实体产业项目，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实施好产业提档升级行动，统筹发展农畜产品初加工、精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抓好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王军正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好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振兴。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育一批种植养殖能手和农牧业技术经营人才，为三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达瓦次人评错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今天上午10点在央视新闻频道重点推出“雪域高原向心而行，幸福西藏戳力奋发”。节目采用现场连线、短片等多种形式，展现了我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西藏发展新篇章的生动实践。节目在精美制作的短片中拉开序幕，展现了近年来西藏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探索具有西藏特色的改革之路，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努力以深化改革促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雪域高原气象万千。节目里，主播从西藏的交通运输讲起，介绍了由公路、铁路、航空等构筑起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翻过唐古拉山，飞越横断山脉，跨过雅鲁藏布江，连接千家万户。还重点介绍了5天前通车的拉日高等级公路，并连线了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西藏日喀则的仁布县。那么从我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的，面前这条宽阔的大路，就是于6月30日刚刚全线通车的拉日高等级公路了。西藏作为连接中国与南亚的重要通道，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节目在壮大口岸经济、推进兴滇富民篇章里，介绍了日喀则市吉隆口岸借力拉日高等级公路通车，更好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最近正在批量通过吉隆口岸通往尼泊尔，正在对准备出口尼泊尔的新能源汽车进行一个车辆信息的核对。今年以来，从吉隆口岸出口到尼泊尔的新能源汽车总共是达到了3400多辆。清洁能源产业是西藏的特色优势产业，在推进清洁能源建设、加快能源结构转型篇章里，带观众直观了解了我区近年来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场连线了全球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中国大唐8速风电首台风电机组吊装过程。我现在是在西藏昌都市巴苏县全球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8速风电的施工现场。那么，这里的平均海拔达到了5050米，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200米左右。如果加上我们这个风机自身的110米的高度，那我们这个风机最终的海拔可以达到5300米以上。节目还展示了西藏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和自身条件，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在改变传统畜牧方式、绵羊产业向心而行篇章中，就介绍了为做强阿旺绵羊产业，昌都市在天津援藏队的支持下，建成了西藏第一个胚胎工程技术中心，实现了阿旺绵羊从普遍单胎到双胞胎量产的突破，并引领群众增收。我们与昌都胚胎中心开展了合作。2023年，我们联合开展了双胞胎实验。此次共实验母羊1000余只，共产羔羊1600余只，双胞胎率达到了52%以上。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行交流，为我们提供了针对于阿旺绵羊的饲草料配比及饲料配方，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科学化养殖的一个水平。在推瓦村的云端生活这个篇章里，介绍山南市浪卡子县推瓦村返乡创业大学生旺堆依靠双创政策办酒店、搞旅游的故事。我想再扩大规模，我想在周边的观景台一起经营下去，带动村民给他开工资吧，还可以吃上旅游饭。40分钟的节目恢宏大气，展现了高原如画景致背后是西藏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努力。在藏北的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次城塔青和众多野保员一起共同守护大美西藏。
我也已经业务工作干了已经15年，深圳县的那个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然后还有那个藏羚羊也现在越来越信任我们，现在已经那个藏羚羊和家养的，羊和牛一起吃草，喝水。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整个节目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了西藏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全面深化改革，向心而行，踔厉奋发，奋力谱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秉持护生态、促发展、谋合作、享普惠基调，不仅设置了主旨论坛，还以圆桌会议形式，围绕生态旅游、传统医学、高原特色农牧业主题展开专题研讨。与会各方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基础上深入沟通，在汇聚众志、融通合力、创新发展上深化了共识。仲夏7月，鲁朗国际旅游小镇高朋满座。开幕式暨主旨论坛上，各国政要、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聚首畅言，共襄盛举，为促进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贡献智慧。The Trans-Himalayan Forum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platform to enhance connectivity, to promote nature-friend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of this region. The forum will provide the broader prospect and opportunity to in exchange ideas and to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in an open environment in all areas of social interaction. Today, Xinjiang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success of China's leapfrog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 in Xinjiang enjoying a prosperous life with full and equal right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 Noting these successful moments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Trans-Himalayas, we ar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our life,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moving forward to a united, prosperous, advanced, culturally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nation. 环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之处，是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是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地方。下阶段，我们将继续同地区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走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文旅圆桌会议上，中外与会嘉宾则聚焦生态文旅、高原体育等领域，为推动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交流与合作，建真挚之言，献发展良策。会上，西藏自治区体育总会还与尼泊尔登山协会签订交流合作框架协议。避暑旅居度假主要针对的是健康群体，气候康养针对的是慢性病群体，疗愈旅游针对的是亚健康群体，灵芝生态康养大有可为。高原特色农牧业圆桌会上，与会嘉宾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共商共谋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目前农牧业在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农村电商、农产品溯源等方面，但是它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数据共享和人工智能结合方面，我们认为还有很大的挑战。The same is true to my country. As I present before, my country is also very high altitude, so we have many crops which grow in high altitude, which is similar to Xizang. 我们已经能够吃得饱，也好，关键是要吃得健康。后面呢，我们将在西藏这儿布局高原功能农业这个，利用这边独特的土壤、阳光、水质、环境，生产一些功能性的农产品。传统医学圆桌会议上，国内外嘉宾、专家学者围绕弘扬传统医学精髓、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题，深入交流、广泛研讨，共商传统医药发展，促进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与合作。I think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in Xizang is amazing.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is very good outside. So they can actually spread the knowledge and the fame of Tibetan medicine to the world. Right now, I think this is not happening enough. Significance of this forum is that this is a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제가 딘데 인도가능에 되게 녀배질이야 나래야 아니 로제도 마서나 하장 최고 총 진주 땅아 로 대주 탐발레스 이능에 매진 죽슈드 가려서는 너무 강요된데 đơn 표면되게 있는 나도 변조다 마세 계급 친하다 전행기 미마리아 편도 영화체도 너무 템버지 논토베 심쇼유 传统医药还是要抓住新机遇，借助新技术，适应新时代。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赋予传统医药新的活力，那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新的时代和新的医疗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做贡献。连日来参加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与会嘉宾，在会议间隙受邀参访鲁朗小镇，他们一路看一路听，赞叹于幸福祥和的人民生活，沉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一句您好，道一声扎西德勒。 这天，扎西岗村村民巴丁家迎来了一群来自远方的客人。I don't want to wait for to eat. 嘉宾们品尝着巴丁家自制的奶渣和干果，对其赞不绝口，并和亲切地聊起了家常。俺光是当不这样的，俺就得错，当俺就错干了的点呢，不得说哪不跟着是，如果也没，几个也没给这个多，俺就得看不得说那个俺就直接那的说了，我不是习不接受啊。 但俺做当个司机上班我了，但俺做的错，你是也不得，俺里也没忙不习惯了呗，工作了盘这些忙这边。巴丁家隔壁，伴随着悠扬的沾面琴声，身着盛装的次人为客人们弹唱了一首公布民歌，动人的音乐让现场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暖和喜悦。 And I am so happy to come here, to visit here, because if you see around how beautiful nature is, I come from one of the highest cities in the world. Even though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ces, we are one family, because I will be back. 反正大人给俺村里的姐姐，俺可有送药的，俺的嘛忙错了，错过了，下边偏头给来上中，上边呢搞不下不中。带着对西藏乡村发展的好奇与期待，嘉宾们在村落里漫步，整洁的街道、生意红火的民宿、绿树成荫的庭院一一映入眼帘。在高山牧场游览时，嘉宾们被连绵的山脉、郁郁葱葱的森林、辽阔的草原吸引。 纷纷拍照留念，定格住这份美丽的回忆，并由衷为这片土地点赞，真诚为这里的人民喝彩。这里的环境特别美，山清水秀。我玩这里，等回去以后，我也会向亲朋好友介绍这里，希望未来会有更多人来这里游玩。也参观了他们家的民宿，房子很有藏区特色，卫生干净，主人很热情。 甜茶也很好喝，我感受到了他们住在这里很开心、很幸福。They told us about their daily life, about their children. So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the facilities that they have: internet, 5G. Their kids go to school. They are living a very good and happy life. I am very happy for them also. 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陈永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宪忠、自治区副主席张洪波在林芝、鲁朗分别会见应邀出席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代表团。陈永奇在会见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英迪拉·拉纳时指出，长期以来，中尼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间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
西藏将坚决执行党中央外交方针和对尼政策，认真总结、巩固、延伸论坛成果，不断拓展对尼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构建环喜马拉雅新发展格局，推动双方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促进中尼关系深入发展。英迪拉·拉纳表示，这次来藏亲身感受到了西藏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国许多治国理政经验值得尼方学习借鉴，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孙宪忠、张洪波在会见代表团时表示，通过与会各方的共同努力，环喜马拉雅合作一定能不断走深走实，在维护地区团结、深化互利合作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成功实践的理解和认识。外方嘉宾高度赞扬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密切交流，推动跨喜地区发展再上新台阶。近日，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会见应邀出席论坛的国外驻华使节代表团。汪海洲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重视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希望使节们把西藏客观真实情况推介给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人民，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合作，深化双方友谊。外方嘉宾对西藏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赞叹，希望进一步加深彼此关系，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共同发展做出努力。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在拉萨会见斯里兰卡外交国务部长一行。任维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斯里兰卡外交国务部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强调西藏山河壮丽、风景大美、文化独特，希望斯里兰卡外交国务部长一行利用这次参访机会，看看开放、和谐、繁荣、美丽的中国西藏。斯里兰卡外交国务部长一行表示，中国和斯里兰卡尊重彼此，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希望将来和中国西藏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共赢。7月4号，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新闻发布会在林芝市鲁朗镇举行，介绍论坛取得的总体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论坛依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为主题，聚焦落实领制倡议、生态促进发展，围绕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发展合作、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内容，畅谈环喜马拉雅地区发展前景和发展路径，就生态环境、发展合作、人文交流、国际事务等合作事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论坛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引领性、国际性和可行性，是一次绿色发展的盛会、思想交流的盛宴、文化交融的盛举。本届论坛邀请了150多位中外嘉宾参加，既有各国政要、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也有企业界人士、社会组织代表、前沿领域主管部门负责人等，确保了论坛的广泛性、专业性、代表性。论坛主题突出，观点荟萃，参会各方真诚相待，交流深入，在汇聚众志的同时，达成了广泛共识。论坛总体简洁紧凑，务实高效，反响强烈。本届论坛聚焦落实林芝倡议、生态促进发展的主题，就国际生态的治理、应对环境的挑战、开展减政合作等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为丰富环喜的内涵、拓展交流合作的空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各方研究探讨生态促进发展的思路、路径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们下一步将同环喜国际交流合作有关方一道，采取更多建设性的行动，
促进生态发展之间的正向循环，构建互促共进的良性格局。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4个走在前列，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提升环喜论坛的品牌影响力，推动论坛成果转化落地。今天上午，由自治区总工会举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在拉萨进行了最终总决赛的角逐。总决赛现场，一名名参赛选手饱含深情，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身边的故事，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小故事折射大时代，全面展现了全区广大干部职工红心向党、拼搏前行的时代风采。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去讲述自己的故事，去讲述双湖县税务局的故事，也是激发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的这个积极向上，奋发进取。作为一名宣讲员，今后我也会把这次比赛当中所学到的内容，自己所演讲的一些红色故事讲到各个学校，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红色故事。自今年6月份启动此次全区职工演讲比赛以来，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报名参加，各级工会组织经过层层选拔，最终产生了14位选手进入总决赛。认识到了很多优秀的同事，也学习到了很多。我将以这一次获奖为契机，回到乡里之后，立足本职岗位，在为人民服务当中奉献自己的青春。本次演讲比赛是自治区总工会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每年都组织全区干部职工开展此类演讲比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大家展现自我风采提供了良好平台。这项活动也培养锻炼了广大职工呢讲述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劳动筑梦的故事，在全社会营造了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总工会将广泛开展全区引领性的职工文体活动，引领广大职工建功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下面来看一组简讯。4号，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西藏酒业协会共同主办的西藏青稞酒文化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拉萨举办。来自区内外的行业专家围绕我区乡村振兴战略与青稞酒科技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助力我区青稞酒产业发展。日前，由自治区人社厅主办、自治区农科院承办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高级研修班在拉萨举办。来自天津、甘肃、山西、西藏等省区市的98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参加。研修班聚焦现代农业科技前沿，邀请区内外知名专家开展系列专题讲座，覆盖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智能育种技术、农田智能监测等关键领域，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日前，扎囊县首期扎念琴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15天，是针对零基础学员开办的一期扎念琴基础班，共招收学员16名。期间，学员们将对扎念琴弹奏方法等知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进行学习。近日，由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北京齐安信公益基金会、北大医学眼科专家共同发起的“眼明心安，西藏同盲及低视力诊疗能力提升2024公益筛查带教活动在亚东县拉开帷幕。此次眼病筛查包括视力检查、斜视及立体视检查、眼底照相筛查等内容，可及时发现屈光不正、斜弱视、角结膜炎、先天性白内障等眼底疾病。专家组一行还对10名亚东县眼科医生进行了培训。4号，林芝市委组织部与驻村点工部江达县嘉龙村强洛村党支部开展支部共建活动，林芝市夕阳红艺术团和林芝市人民医院分别开展送文艺、送义诊下乡，真情关爱基层干部群众，引导农牧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近日，安多县组织31户54人村级养护队员在安多县爱邦乡举行农村公路养护启动仪式，以政府加村级加沿线牧户的方式，按照就近就便就业的原则，将日常养护以分段承包的模式交由沿线牧户进行养护，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第4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向世界展示了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跨越喜马拉雅，以包容、开放、合作的姿态拥抱世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西藏奋进新征程的时代脉动。